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来甘愿无惧旁边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享了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孤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你还唔睡呢？太子啊，你还有心情去洗澡？根本一点都清无汗诶，你还唔对哦？你都个上马街啊哈？我都上马有马重要嘅喏，阿咪已經講了啊。迄個我有其他嘅想法哦，我應該要出去讓我開意見啦。太子啊，阿妹哦一天唔會按你講法嘅，你哦一天睇唔出嘅。就算我睇唔出嚟咩？我聽你啦，我先睡了哦，哈。哎呦，太子，有咩事情哦，請你再個講啦。哎呦，太子啊！哎呦，太子啊！这期哦，安尼较无限啦，安尼天数再过去着好吗？
怪呢。阿人讲哦，以前打电话吼，门口遐亲人都咱用万年吼，快点，去。哎，有请到阿爸来嘛啊？无啊，阿伯来交我人讲啊，伊太早就出门了，又老复杂四岁伊，也天花也无快记，打头。去过门啊，倒来你边嘛贵哈？去补查四就说呢，还来贵错啊，所以全部所以这样。啊，都想啊，伊咪会故意的啊？故意？你慢讲。因为俺厝边头弟讲啊，太厝啊，对对马记，连马保险的事件啦，对对马记咧，我都想，伊咪用安尼事件来报复伊啊。唔会吧？阿爸来用咩？佢连日都咁样衰呢？应该我冇讲伊嘛。有问题，按表派找个事情用下先。啊，算了啦，来讲到以前先太爽用柴锅啦，来好啊，谢你啊。冇问题，冇问题。啊，家己等下啲，什么啊什么？家己啦，唔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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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，我跟你讲哈，好。新年都搞大了，阿妹千万莫出事情了，啊！因为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哈？阿发也神叫哈，根本都不按传统快看啦哈，也好神，你用乜按嚟做咯？傻嘅派唔上哦，传统唔是可以啦，睇鬼出去搞啦。曹哥啊，你下发现也冇用啊，我想办法解决啦。阿燕啊，你有乜个办法吧哈？你都拿菜单本来啦，还叫去检查，看佢这做嘛该，少嘛该，人来讲，那菜单哦，我重新写过啦。新菜单，新年我有问题啊。曹哥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保证不许也满意啦。来，我教你哈，你的手一下冇力啦，我说哈，你一下做得用到这手哈，还有那个跳啊，不用看跳绳的哎，哎，安尼你就慢慢来，哎，你的就是哈跳一个一样哎，安尼慢慢来，哎，看到吗？你慢慢就直接跳哎，看嘛，试看啊，咁厉害呢，阿奇团哈，跳前脚。慢慢来，嘿，月亮，你看，我好不人呢。对啊，不过你建议哦，做唔得练高条的哦。你看啊，哪个树啊，就会练高条的变到肌腱炎呐，一溜上尿就冇法突出的呢，都一下还会痛哦。我建议就有。从来干扰，哪满意？哦，强用啦。我想哈，虽然想法冇强用啦，总系有机会啊。最尾哈，我相信一定做得改革的。我对你哪满意哈，切对有信心的。哦，对你有信心。来，慢慢来，跳前哈，哎，跳前。曹磊，你看，那你就一讲啊。哪个事呢？哦，你收白工的事情，我想过了呀。我隔天我去诺贝尔传堂做事啦。可你清楚啊？嗯？
干就去啊！你去大烟哦？干就靠你按清楚嘞，干就赢理想，那无本事做得下。还有嘛事嘛？无啊。那你无闲啊？对今明日开始啊，明晚的事情你就不是差别。俺们希望啊，寻到真理想的传堂啦，啊。迄才应该传堂做事啦。我做嘛做唔来答应咯。哎哟，其迄密码留给师傅呢。我落呀，我还要做。哎哟，去搞个传堂唔做，你老配啥用天数，那用按个事情啦。人以前没讲过咩？虽然全部太的，啊太的太食就一个想法，啊既然人太子一点听嘞，就不易去啊。哎哟，阿妹，太子哦，一天迄压啦，佢哦唔係正叫佢離開密碼了嘅。啊，就算你壓啦，啊佢只個講出來話負責啦。啊，不過假如過去唔係按決心嘅人啊，佢決定上遷就當做決定嘅。我要尊重人嘅意思啊，怎麼？當然我冇同伊實實白做起來，做得到人要做唔到人事，坦白唔係重要。唔自家先呢，阿妹決定要答應。哎呦，阿妹，你真唔可以離開唔晚聊咧。你啊唔會，嗰幾人就冇聽。真唔會咧，也不一次同意強下哈。好啦，等下食飯嗬，等下我開點嘅哈。好。好，記得準備哦哈。好。阿珍姐啊，我妹咩啲壓吼？還講阿媽是老家啦，了解仲係真緊嘅呢。哎呦，用要安尼啊？咩要講好咧哦？吼，起碼使講法唔順法。我想啦，家佬雖然冇道理做事，不過係用慢講吼，咪係一年咪慢你去摸啊。當然未準得水。還看咯，冇想很多啦，家家實實數數的，差唔多係快點嘅呢。來，隊長。阿燕啊，一擺啊，何彩希望你做一個狀哦，唔要用拍的啦。係啊，跟日本做落來太師傅哦，真係是冇法講，功夫安用，100。係啊，你真係不敢好多動多東西呢。係啊，太師傅哦，真係弄了不起啊！一早有辦官酒吼，喺度見太師傅嘅啦。好好好，哎，切莫阿燕。來，阿輝有個神橋，踢唔中央噶啦，我即係開除。超哥啊，冇咋靠你本機擺機費。背機費啊，背機費對不起他啊！啊，像人做事的方法噃，做乜出事情啊？我那邊明白都按好運呢，一好彩按飲食呢，我叫你開除嘅。阿燕，一個替他影線嗬，唔嚟處理，一個也好。好。哎，朋友，幾種火茶嗰幾條火嗬，一路我潛到咗啦，點啊？哦，好啦，聽講以後我做一起拿法。得啦，聽日再點招。好，來。
今天娘冇做你嘅运动呢哈？娘啊，你是看到我做嘛呢？你今天就唔可以小讲，你嘅身材会变态了哦，像安尼变咯，安尼哦。太子啊，嘛该时节嘞，你对佢讲笑。阿妈嘅时节，就睡母嘅时节嘛。太子啊，你真冇良心诶！你就安尼，无爱阿妹，无爱弥漫了，无爱太高哈。那哪有啦？冇，你发誓啊，发誓啊，啊！你哟，好啦好啦，老你讲啦。一开始我听到阿妹安尼讲，我承认啊，我有些些什么。不过后来，我又详细想过了呀，我知道阿妹讲嘅冇唔错。你咩啲啊？我对做客家菜一直有热情。我希望做啲开发出更加多嘅客家菜。不过阿妹对我嘅想法，佢冇办法接受啊。係講我還係流動彌漫了，我一天冇辦法進步嘅咩？錯冇？太子啊，你講安都係唔係強樣啊？你哦都嘅壓就會都嘅壓，那因為佢一開始後來嘅。算了算了啦，我老你講。太子啊，安尼你要去哪前條路啊哈？那邊就前啊，那要到廟路上，我有看到有幾件都嘅前人呢。你哋我請有興趣嘅係哪件嘛？哪件哦，我冇興趣啊。你上班唔係偏愛去考察幾件？御花園啊，你還記得嗎？記得沒那個前人哦。太子啊，你哦，去卡夫卡開船堂唔聽書做，去到配山人聽書，你就會彌漫了個叛徒啊，大叛徒！做乜咁響啊？阿哥啊，來嚟。哎，也等下來應徵廚房處理嘅資料啦。哦，好啦，好，來看來看。香。哇，等陣，但係我講，自從來過後啊，我喺傳達我一年比一年好好啦，也係人好功夫哦，嚇，人紅咯。冇啦，你錯過看到起眼啦。要按死，要按羅生。平常點講？人功夫唔好，我都會用咯，錯冇？係啦。我係成年咯，嚇，排整成年我可能唔好做啊。謝謝啊！呢個師妹嗬，睇面板頭做過啊？面板呢嗬，雖然叫寫傳堂，他自己做出土地客家菜，睇下有冇簽出名咧？你談過冇？有啦。但都講過啊嗬，一寫乜嘢嗬，我哋一眼睇入嚟傳達我，到底唔係我識苦冇，按情況寫就做下落去冇，卡文都冇咧。反正你喺做主啊，好，你長期負責都會，我要問人這個先生，好，阿兩個女啊嚇。
太子姨奶啊，永远无看到佢啊。这阵可能有件传堂打电话本去，讲要面试咩？面试？我太太做忙咯，还英语功能呀。哎呦，阿妹用安尼啦，哦。哪样的啦？你就安尼本太子去面试哦？我没同人讲过，人太子有自家嘅天咩？人我太子家都想唔开啦，奇怪呢。嗯。哎呦，迄讲哦，太子正经出去做事哦，你夫卡做嘅天数给人就少一只啦。啊，人人就想讲做事啊，唔好骗呢。你讲恶意哦，做行阿咩唔敢不义？阿妹，我迄讲正经的啦。唔会啦，人数无人啊，要骗人啦，要抢人来啦。哦，阿妹，安尼懂奇怪呢？日本太子去配山人嘅传堂做事，啊，自家以前配山人来，你夫卡天数。哎呦，哪有按我给偷离啦？嘛该脱离咯，未慢了啊，莫按照规矩同脱离啦，哎。哎呦，自家要讲莫按照规矩嘅人，就千要讲偷离啦。许小姐，你喺牙膏油就好了呀。你上班有见过面咩？我记得啦。啊，给你哦，正给什么你呢？不是啦，也不卡很美满了啊。因为想到不两位做事嘞。阿兄，我也很扣上咩，做得多看多好掉呀。上班了一片吃饭的时间，我就发现到，一位嘅人客还有经营的方式，老米满了完全冇同样呢。我想，我就想来一片吃看呐。哎，你冇老到我喺来一片做失败嘅哟。迄个安样啊，我就唔会老人面谈嘞。你讲咩哦？唔过什么嘢啦？做对本人也嘅机会。迄讲，你哋慢慢来会资历哦，啊，做得算系太粗嘞。来了会做事啊，会从头开始呢。更好谈的，就会太粗时的助理啦。更唔好谈的，就会做杂事。安样对你哦，挺冇公平啊。唔会啊，我来呀之前哦就有想过嘞，我想要从头开始。我唔会惊辛苦嘅啊，迄讲我冇一位经验哦，我天冇办法真正嘅成长嘅。韩哥，我一次哦想要老年后女儿做客家菜啊。我冇乜嘅做得搞嘢啊。我上班了一片吃饭嘅时间，看到你自家出钱请给两姐吃饭哦，我就记得，我做得好多动作，等下去料理听听。子强啊，我还要帮你什么了？有闲到吗？哎呦，无要紧啦，记到无生意哦，系记到嘅损失啦。你嘅水暗好，你哦，去老配上嘅师傅天数哦，挺浪费嘞。你还系豪华做弥漫了嘅师傅就好嘞啦哈。我以下去老没讲哦哈。你老没讲嘛？不，你做了天数啊。有啊哈。那么本人先的，你当放心哈。张某嘞，我系同你艰苦诶。张威天数同你想办法啦。唔是啦，我
我冇艰苦。冇艰苦？因为哈，前个月哦，就会到御花园传堂去做太初复数啊。哦，有现的。按欢喜哦。系啊。阿妹，系啦，你哦，咪同阿妹上课呢。哦，你按欢喜，唔惊阿妹会艰苦哦。真。嘛个事情也要艰苦呢。阿妹。冇啦，我就前个月我就做得去御花园传堂上班了呀。先到呀。恭喜你啊！阿妹啊。传堂啊，我认真做，就像你不卡弥漫的空样，按大表按认真。那么本你还有弥漫的毛面子的呀？我相信做得多了。曼谷生生，得特殊金，马尼娘多，西索娘多。要不跟人就唔记得了呢？从小阿妹就讲唔明，条件司机也简单，人就记得的。系啊。一公爸爸，姐妹煮茶，阿哥吊灯，人下色茶。曼谷生生，得特殊金，马尼娘多，西索娘多。擦擦擦。没喊水，稍早没有上班呢。系啊。阿珍啊，你老爱讲吼，我系唔系做唔出嚟啊？其實哈，醫生本來是前度事情冇法度從頭來講啊，就像阿曼姐講誒，結婚咗咧就會負責啦。胡說，那既然結婚咧，那就會自家對自家負責咯。不過你本來是想為我陪春行看看嘅啊，你喺機會內咧，你嘛係唔睇啦。
那个鸟莫上听到啦，还太单表伊做啊。阿珍啊，你真嘅冇看我了呢？你这样留个时间咯，可以一点嘅用诶。伊只讲歹势啊，歹势啊。不过以后冇看我了哦，以后可以来当有信心。你还唔得讲我啊？我来到密码了以后，我是老师甲讲哦，面对新的身份，我一听哦就是较有勇气，还有自信。我希望你哦，袂做对为着时间，让我强让三棒打拼啊！安尼讲起来，你就会强下加油了。好。哦，太姐啊，你做第一配餐，应该全堂做些就按欢喜哦哈。好啦，来做个擂茶。哇，试看咧。动向诶。来，你哦，来干杯。哈？为嘛解啊？希望太子哦，去御花园做事哦，做得顺利。看嘛解，老人讲哦，你哦还係弥漫了嘅叛徒。不过因为你係爱太子，故所我希望你新嘅条路做得顺顺利利。好啊，家己稳当起来。你要祝福哈，家了新的条路走得顺顺利利。什么太家？什么太家嘅支持？我冇讲爱支持你啊。好啊，安尼我就讲什么你嘅体谅好吗？来。有进步。加油！本日人会叫他做事，唔伫迄正确的决定，才会造成。干嘛了？他脚头是，今天上班，莫知道他什么？就打工了呀，等等，叫他是个啊。咱这个从阿多的喂，按册啊，是某你去做太师傅的啊，附属啊。
你太早上上班啊，事务较辛苦呢，不必对付考，很轻松。对啦。阿妹啊，黑公店地都有事情哦，你就打电话帮我了，哈。娘啊，不想阿妹啊。好生奶。来贴做嘞。是，哦，歹勢啦，我不應該亂停圖嘅啊！哎呀，我係，哎，來，讓人幾收啊！這是醫廚小陳，三廚藥組阿姨。要去先來處理氣假藥燒雞。大家好。哎，你好，本人干你阿條。你喺把有乜嘅問題嘅吧？吼，唔做潛記阿條，唔做潛來。喺菜方面唔做潛記，啊要做乜嘅事情嘅吧做潛記，啊喺煮菜方面嘅吧做潛師傅，唔做潛來。嗯，安尼我就做得開始了哈。好，開始啦。好。做八早就太忙去咯。含輕兒。要怪我啊？含輕兒搬太子去陪上人嘅船上做事。唔侵煩呢，專門講啲事情，我講人太閒的啦。你作當初出來啦，啊，整天做下地天書，我的師兄談什麼？討厭。哎呦！好，看見個道路案吼，係咪上嚟做廚房嘅事啊？係啊。你都先來去處理嘛？係啦，我係去加油。哦，哎，好好做下，係唔樣辛苦吼，哎，慢慢就可以前途嘅啦。哎，曹哥啊，哎，阿姨，還有啊，還冇見過啊？睇 Anderson 可以見你啦。啊，經理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曹哥啊，你先落去助理啦。係啦，都介紹過啦。阿老婆好，好好睇下個太主廚啊哈。伊不但功夫好，還去到聽吹書嘅功夫啦，你睇伊吼有前途嘅啦。有啲啊。唔使忙，我的事情我同阿英講。是這樣。阿英，
你谈过去趟罗小肥一个视频噶？有啊，来谈讲啊。谈讲有写起美食的书，也有做美食的节目。那有乜关系啊？也关系清太啊！谈我最近一开一个节目啦，我听苗栗天气选出一间具有代表客家美食的传堂，我哋一传堂其中一间啦，也有免费宣传的效果呢。我哋讲假使比些多对我哋生意有清太帮助啦。曹哥啊，冇眼用啦。去餐饮买个时间来传堂试看看的你老来讲，我先准备一下哈。也那有用，俺味道呢所有都弄给你嘛。也个人行事风格特别乖啦，以为来唔好同讲的啦，俺哋表示公平啦。而咱真正是到董事出的菜系嘛嘅。哎呦！风哟，哎呦，你点给材料全部就到了哟。慢用啊。正经都奇怪，一三年点按多菜。人方言点多菜，跟人那个字有乜样奇怪呢？佢就一三年天天哎要用死的睇。你错点按多菜，还浪费掉个啦，浪费哦，咪系人家嘅豉油。你全部按翻呢哎，阿妹，迄个按你户口，但年就来抢按你嘅银行。1年来13年，哇！你看，你就做你穿太钱了呢。你说的真好，迄按样穿钱，俺们没放弃。人做东西不认识，个菜吃的好食，不然人会讲啊，是了，当中医生就当享受了，错吗？呀。看见，哦，以后真嘅事都当享受呢。要是佢终于是安尼菜，食起来真做得了哈。师傅啊，若讲下落去寻罗小平的相片嘛，早底若丰富常讲假使讲迄看到佢落传堂上班做嚟通知下电话，下就做关键做准备啊。敢有了大事要？当然有啊！假使罗小平最近喺日家节目上介绍安尼传堂啊，唔可想看啊！今日个到节目嘅粉丝我本传堂带落去睇理顺。谈起来懵懵的哦。当然懵懵的啊！唔准唔对叫你罗小平又去放嘅唔对嘛？今日只要俾介绍过嘅传堂冇一件冇穿钱的啦。故作讲佢搭建传堂嘅人困到去啊！都来当做神强样来摆呢。讲起一时流行啦。就算迄流行咩无关系啊，会能好好的利用佢只要佢很保头安尼传堂啊，都已经传太久。我迄次的，你就用平常心就好了呀。既然佢係一個美食評論家，佢一定識到大家嘅用心還有認真嘛。用心同認真，又唔咩嚴律師啊，有面還說得出來。礙怎無相信嘅講法呢？迄家有小姐，你喺天使觀眾度係冇？怎會先一套啊？我本來就安尼想呢，我想做美食嘅人應該要有一個認真嘅心，
世间人哦，一定敢做会到的啊。云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明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呀，思念的海你。长夜抚琴也渐深，如是故人须相随。青山下畔爬高帆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平。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。山歌一曲能唱多。